各位乡亲，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按无限嘅中间，叫做共同来研究客家白话语文。今日同大家来共同研究嘅客家白话语文嘅文法研究呢，就係第12課客語文讚美語詞俄羅人家嘅文法。課文一詞一語對照錄音，慢慢嘅讀。提供本各位鄉親大家來做一個參考，同時提供本對客語白話語文有研究寫作也係有興趣嘅客家白話語文嘅鄉親共同來研究參考。大家都會記得，不同國家、不同族群、地方、行業各有不同嘅語音、語言。文字、文語以及歌詞曲嘅用法也有所不同哦，所以研究客家語嘅語言方面要注意一個聲母加上韻母加上聲調，安尼能會完成一個語言。同時文字方面我要注意到文字嘅音。文字嘅語、文字嘅形，以及外來語，也係演化演進嘅俗語等等多種嘅因素。所以研究客家語、客家文，我要發圖、尋圖、正確圖等三圖夾把放起來能有辦法。同時還要兼顧到乜嘅呢？這個古時代嘅古語古文。以及今日嘅現代嘅語文，同時參考華語同英文用語文法方面嘅符合，將有法度研究好些客家語嘅組合，同時要注意到注音，能了解到語音嘅一個結構係樣嘅，所以希望教學嘅先生以及老師對於注音方面要相當嘅了解，咬使用語嘅同時語音能有辦法脫了分明好聽，所以堅強中鄉親大家對我嘅錄音多多嚟參考，注解方面嚟多看下嚟，文文多讀，所以客家客家文自然而然就有所進步特別有人講一句話，先者為師，一個專者為師我是研究嘅57年嘅啦同時承接客家優美嘅語言嘅音色方面才有辦法保持下來再講基本嘅標題嘅圖則就是用一個長尾長尾可以講白話綻放語言敞開人人相逢人緣幸福人才有，所以一個文章同時訂咗出來屏東時報、天子報、客家天子報以及有客家教材。同時，一個Google有那個雅虎也係 YouTube 嘅啲個以及國外嘅一個那個名字也有訂出來所以佢每日提供本各位鄉親先來欣賞客嘅有通話李金樹先生所創嘅客語嘅，再看個吳玫瑰有。黃水鵝小姐所創嘅河洛話，一個另外有田麗君小姐所創嘅一個薔薇處處開，薔薇處處開，一個華語嘅一個三個問大家嚟做一個參考，嚟做個比較。在上一次熟悉嘅316期節碼語詞嘅例句提供，本大家參考下來大家記得好話三言可比係祝福個節碼嘅詞就可比是講
个自主谈人家啊，所以我们今面个赞美个语词个文化吧，就像是百花绽放，火花重建，人人相处，幸福润彩哟。上面头头所讲啊，3條歌嘅歌曲嘅內容與唱法吧，也希望大家嚟做個比較，以求加強、加速客家歌曲詞等等方面嘅水準咯，嚇。喺講到客家語嘅連音詩重語言嘛，也係拜託大家多多加強哦。韻母只有 R、A、O 嘅，R、A、O 3音，咪就是英文詩也好，客語也好，一定有母音嘅。而個母音是指 R、E、U、E、O、A、E、I、O、U 但是連音詩只有 R、A、O 嘅。韻母聲母運用前是韻母嘅咪音轉變為聲母聲母一個變化，希望各位鄉親多多加強下咧。親像啊來講啊，說呢有哇啦呀嘛那啊嘎巴本音，但結腔有可以講舊音。A 來講啊，說呢有喂咧耶咩呢嘅嘅bé啊呢嚇。O 呢相同有喎咯有摩咯我個波嘅音，也全部都係客家語音啊。尤其當前在體育上嘅 A 音呢，都教育部也好，客委會也好，都用一個簡體字單腳機啊，體育上嘅單腳機，親像啊一個鳳鳳嘅阿公嘅一種簡體字。簡體字是當前政府也不受歡迎嘅一個事哦，所以希望客委會、教育部嚟研究下嚟研究下嚟。我所寫嘅所有雜誌呢，都係家用詩，因為冇辦雜誌係有舊音嘅，所以我依照音語性一個嚟採用啊啦兒童文啊，也只用一下吧，只用本音 A 音，A 音，冇用語音。頭都講啊，語音就是母音加上聲母加上韻母，所以個當前個文字嘅用法，嚴重影響到客家語同歌聲嘅音色。聲音嘅音色嚇，一個好聽唔好聽嘅音色，因為語音不正，發音不同，一個冇準確啊，唱起來聽起來也係怪怪咁樣嚇。以上報道之前所講啊，有8分22秒嚇，主要寫出來講出來，問大家知道一個用手機嘅人啊。加上一堂 iPod 呢，可以講嚟綁用手機嚟綁到8分22秒，也係電腦也係可以綁過來啊！好嚟，我哋嚟講本文，客家詩人白話語文嘅文化嘅研究，提出美課，客家語文一個讚美語詞嘅文化，課文一詞一語。對照慢慢嘅錄音，提供本各位鄉親嚟做個參考。大家都會知道，客語方面所用嘅讚美詞啊，大部分都係來自於農業社會中嘅物也係同物嘅特性嚟做個比喻比較啊，但亦都特性嘅原本嘅意思和在呢隻個咯，可以講得唔是看過，唔是親身嘅經過啊，反而也係用借物性嚟做形容做比喻。親像講啊，反而講啊，百花綻放，比喻花開茂盛嘅樣嘅，佢個但客家語呢，
百花绽放，绽放，客家话讲，百花绽放，迄指当多种的花正在竞产竞开，有前后继续不停的意思。本篇文章只简略的客家语的赞美的语词，非常的分析，分为合的两类。第一类是讲无形的一个赞美词、形容词。第二个呢，用语文也系无形的形容词、赞美词安尼。第三呢，一个其他的无形的形容词。所以今本日提供本各位乡亲，大家来做参考，多讲好话、赞美话，人生就会快乐。唔会像上次所写嘅，一码字一开做出嚟满意啦。会产生到人群不合无，人与人之间互相有涉恨，也系一个基体心度里不高兴嘅现象。第一个无形嘅形容词、赞美词怪乎地度里嘅呢系郭书强第呢鸡卵面，就是翻译嘅单联好看只能那个重新演唱型嘅一个单联一个就是鸡春面，鸡卵面，有人讲鸡春面第二节五仔嘅仔就再唱节五嘅野仔，色有人当好看有人讲水太是家长什么人虽然人呢，水太是西方一个就讲节五仔可能傻哦哟第三风嘅油，只能那个唐风嘅样风嘅油，郭书强风雨油油呢，细只能风嘅讲安健康、安强第四峨眉，木眉毛弯像峨眉那个峨眉一个峨眉安强。第五呢，柳叶眉，就柳树嘅叶嘅眉木眉毛弯色前种一个柳树嘅叶嘅样但那系冇看过柳树叶嘅呢钓竿去看那是呢柳树嘅叶嘅，因为全部是用家物来做形容嘅第下呢，你讲三浦咯蟾蜍皮一个蟾蜍南浦讲三浦咯个粗糙嘅皮肤三浦咯个粗糙用物好顺佢睇啦粗糙是乜嘅意思呢？一个贵嘢粗糙同客话国语的粗糙跟客家话嘅粗糙是冇相同示范个粗糙也表示用物好顺清道第七腰角眼就讲我专门打腰婆嘅腰角嘅金睛火眼就是一个后位金睛火眼我讲厉害金睛火眼就都讲先将后嘅不就讲金那度第八桂林精是小聪明高瞻骨是讲谁来嘅高瞻骨按鬼这呢是指什么嘢一个有俾人骂人嘅话语第九 M 资料嘅按古书人嚟講 M 資料位表示那個迄個無啥呢個簡單嘅意思啦，個簡單 M 資料18台灣數就不聰明，凡是為屬他人家好嘅也叫做台灣數台聰
葱诶个葱，金丝片个填充诶充啊哈，太冲就太大炮的意思哈，非常好看相哦，凡事不敌，不敌在啊，又称为太胖哈，太胖，所以有人讲太冲，有人讲太胖啊哈，第12，比试。比喻形体动势上为社会意思啦，这本人识到啊，本人识的东西啊，像比试一样啊，按写哈。第13，毛毛是个关于讲细小不健康哈，个细眼不健康啊，毛叫的安尼哈。第14，素质甲糖，就是指关于讲是很刻薄。不慷慨的意思啊，尤其做医生的人，佢攰嘅時間呢，就會講啊，也數字格會長哦，啊，好，第15，一個描述，比喻嘅識的東西佢少啊，哈，識的兩條杠嘅，描述一樣嘅，啊，第16，駱駝，表示質量動態哦，嘅人咯，係駱駝樣嘅。意思咧是34分工哦，啊，第17，綁書機嘅，比喻該愛同人拗事啊，也爭執啊，一點大家注意啊，冇同人間拗事。第18，一個作心菜，就是作食項啊嘅主菜啊。一個上面的上，在名詞嘅後尾是讀行，要有出咗上別行啊，別行一個雙向啊，看夾上要按照佢嘅使用。第19，作強兩夫，就刀強扛頭啊，志同道合的人，作強兩夫。大部分都是講啊，志同道合的人，也有講廢話嘅啦啊。20，人做信用工，比喻做好自家嘅角色，閒事莫插啊。冇錯人講啊，嘅21啊，根本係商業，根本頭擺呢，商業嘅時間呢，佢聊營業，唔是做事啊，哈。凡事不離不幹的意思啦，啊，我嗌嘅根本係商業，冇雜事哦，22，義工禮拜，就比喻有糖冇答啊，不離嘅意思，這樣已經拖錢，睇人實都講啊，嗌嘅義工根本嘅禮拜哦，冇糖到，啊，23，研究嘅高數強做研究機啊，專門本人知識嘅人啊，就是研究嘅，在公家機關呢，就講做公有啊，就講小事啊，一個A事呢，就係要單人制嘅是這種 A 人本人，24，吊米槌。這米滿字最細嘅來嘢啊，吊米槌啊，一個24，嘅視網膜嘅嘢，是指頭擺不可理喻的女人啊，講唔通啊，睇唔出啦，那個視網膜嘅啊，一下唔啱你講嘅嚇，26。嘅出謀時有18位樣式，有可能嘅意思，就講啦，出謀時點火一樣，就點一支出嚟火，也係反嚟火，也係火柴，燒起嚟嘅時間啊，表示時間個短，一支出嚟火嘅長短呢，燒火嘅時間比喻個短。來年福卡列喎，點火樣喎，一下就攰嘢啊！第28，內心發跳，表示人有唔知乜嘅東西啊，內心乜嘅內心咯，
就是寒血时节，头那中间为个命门，做那种命门，为紧跳紧卜卜滚安哈，安个发跳，也就很多用个下，就是发明的发，也用发啊，发个发，也有另外一种讲法啊，发跳啊。第29，鸟脚是模样和模好，年纪是佛天纪，鸟脚啊，也是平常的黑毛，没啦，鸟脚那些啊，那个哈，按个佛天纪，大家个呢，想到佛天纪，这个小蛙，佛天语气和数量相当少，数量贵少，小蛙啊，这个啊呢，都是读到5的时间，这个后边连音字用 V 个音啊。第34页是从比喻身心好动啊，这个他都讲啊，发明的发，那个发条的发，那个呢不偏那个不啊，这个有按道理嘛哈，发明的发。32改牛，要比喻难以来赶复摇，唔通发。唔通花个生意呢？嘿嘿，仲改牛啊！现代嘅生意呢，伊讲改牛就改跳，因为讲伊讲很壮啊，嘿嘿，一个就过去反应同家下冇相同啊。33年纪四岁，比喻年纪很懂事啊，不懂事啊，看到解释就认识的啊，第34，爬床也赤，也是挑数片加上也是的也啊也，用5级数字这种也赤，非常痛苦的情况。第35，蓝七头了，已无事可做，冇事情可以做，寒财富卡安尼吼，大七草，就是讲啊。比喻冇事可做啊，多数因那些有了，都大切磋行了啊。第37，迷头，传统的属土相当强啊，很敏捷的意思啊，敏捷，个切运啊，这个一个捷运啊，切压切。第38。大爸爸，语言冇意义啊！真正华语讲啊，大哈哈啊，客家话又讲大飘飘的，都没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讲这边的实体话个大飘飘的吼，大爸爸。39，本顺，这植物很茂盛，可爱的样式啦啊。另外一个话呢，就讲啊，相当很茂盛，就讲啊，佢本道佢本道，植物上啊个吼，佢本顺，我就讲佢本道啊，按个人咯，上到佢研究有人讲咯，佢人道，这个道呢，又是把用火罗音转过来嘅，头南头音嘅头哈，第40。个西普斯，古书人讲西普斯比喻讲啊，油腔贴来磨送火力啊，就西普斯哦，第40，个40月，买 BB 一样嘅，吹哨子的 BB 啊，生产收入相当好。BB 业就是讲，人讲啊，吹哨子嘅哨子哈，第42，狗脚，也形容词，是新嘅身体身材，娇小玲珑可爱，就鬼狗脚啊，个狗脚变成狗健啊，变音成狗脚啊，所以各位乡亲。
对于一个变音，一个语音可能是模组音，特别模组音嘛，变成了一个语音奏音啦哈。43搏杀，搏杀就是杀人样咯，就是那个杀啊，茅草很荒凉的意思，上啊几多错位就搏杀啊，搏杀。搏杀呢搏杀，头都讲啊，搏杀就用皮夹嘛慢慢啦无看到头啦，就嘛搏杀咯搏杀呢，控制是用物夹嘛很紧密，完全没有露出来的搏这个搏杀搏杀头都讲搏杀同搏杀的区别45华佗在世。表示艺术相当高明做医生的华佗在世76潘安在世呢，是指美男子47范内容也记法个声音个谈过就是男个时代的追求社妹用同社妹来做拍供。无金钱嘅唔是金钱嘅一个时代就本有很多一个反内容。以上一共讲嘅26分31嘛，接下来我哋讲讲语文也系无形嘅一个赞美形容嘅词也鬼孬，南方人讲鬼孬，很漂亮；鬼讲很漂亮，也系讲鬼孬同鬼讲意思相同。个上腔神简，本单意思讲上个减，但是变成讲上腔，个上腔个经济不浪费啦，大爽个相反，个上腔相反就是讲个大爽个浪费其实大帮就是谢谢帮忙。协助的意思。第5，挖流就是流利口才很好，流利口才最好。第16，鬼听就是很舒畅的唱头样听很高兴这个前面讲坐听茶不是钱嘅，听一定要讲坐听茶。第7，杀忙就是努力的意思。杀忙改变很能干的意思。一句话有人讲谁来学鸟背会到变，所以个改变；谁咪背唔到变，就唔变。有一句话嘅讲法第19，认真，这个真呢有几种写法，可以珍贵嘅真同一个真假嘅真，就非常好的意思歇后语有用来讲咯，讲个认真就是变真而浪漫变真而浪漫第17，言道是男性之可爱之处，很漂虽然人没讲漂亮讲漂泊，个漂泊漂泊个漂子言道是男性的可爱，鬼道也在话。就是讲这脾气不好的女人会倒鬼倒的倒用来写，就是男头的头男头样的头鬼倒一个12，亲暖就是非常的暖湿暖湿暖就非常的暖。第13，风啾啾必是非常风74，风歪歪一个风一个诗呢，客家人讲真风变那个风歪歪，是乱七八糟的风歪歪个声音嚟嘅，唔晓得切口风切到亲像唔知乜嘅样嘅风歪歪。第15，王公公是非常黄的意思，非常黄，澎湃很白。
蓬就是草棚的棚，补棚的棚啊，哈，这个叫蓬同蓬两个意思啊，蓬出很臭的意思。第17，旺旺爽爽，喜肉豆片，喜肉豆片的意思。18，强溜溜啊，就绿油油啊，客家话绿色的呢就讲强色啊，乌溜溜就是乌的发亮啊，乌溜溜啊，光滑滑啊，光滑滑啊就。V 的音没讲滑滑吧哈，讲滑滑。另外一个两只词是滑滑啊，就昂昂的意思啊，非也个讲滑滑就非常的光亮，有本事，很有才华的意思，很有才华的意思。以上呢就35分56秒。再来看看呢，第3个其他物性类的形容词、赞美词啊硬硬啊、嗲硬啊、刮硬啊、硬顶顶啊、硬顶顶。嘅印度来讲啊，是咧硬嘅吐司啊，要讲啊嗲硬個硬哦，刮硬個硬啊，嗲硬個硬啊，硬頂頂表示係硬的意思。按個相反詞呢，硬唧唧，好，也就講啊，硬土嚟講，硬土嚟講，按個夾，一個水果呢，這個其中用途嚟講啊，是呢，第一個是夾個一壓夾，嗰個呢，都問了澀很澀，是那個澀，嗰是澀，嗰個呢又變成嗰酸，嗰個酸，嗰個以後都會變甜啊，水甜冇食久嘅以後呢，就會變呢推感水安尼哈，一個辣咧、苦嘅、鹹嘅啊，一條詞語全部都要用重複句子哦，各位鄉親大家注意哈，一個鹹澀、澀、酸、甜、水、辣、苦、鹹用安尼哈，所以我哋嚟看呢個一個夾、澀、酸、甜、水、苦、辣嘅第8咧酸凍嘅啊，苦丟嘅一道另外一個名詞。第3色神，紅色嘅紅，黃色嘅都黃，橙色嘅似樣橙，白色嘅 PAG， 藍色嘅面都講藍色嘅嚇，天色的呢天色嘅，紫色嘅。無色嘅叫做七色，好，以睇為一個嘅名詞。第1，紅嘅呢，就講紅焦焦。第2，黃色嘅呢，黃公公。第3，橙色嘅呢，橙金啊，金子的金啊，一個那個金字形嘅金嘛，哈，那個我們書上帶嘅金字也係金子的金啊。第4，白嘅時間呢，白色。第5呢，無所說。第6，無呢又講無打打。第7，金娜娜。第8呢，丟紅，我這個丟污啊，很鮮紅的意思，很黑的意思啊。第9，姜鹹。第10，金槍。很非常那個綠色的哈，金槍。第11，雪白。第12，拿金。第13，無樂也重複句子，我講兩句呢，可以表現到一個意思，無樂哦，這些呢身體可以輕講，所以無樂。有講甜白色，有講牛屎色啊，有2種嘅講法。無樂嘅色有講啊，
铜板石、铜板石，冇出讲啊牛屎石，冇出讲啊甜板石啊，特别用黄糖做的甜板啊哈。第14紫石，紫石也就按雕出石，雕出一个颜色叫紫石啊。第13浅蓝色，浅色就是水石，水嘅颜色。第16酸咚咚。酸咚咚就是很酸的意思啊，酸咚咚。第17，浮丢丢的，浮丢丢的，浮丢丢。第18，热唧唧啊，热唧唧啊，一个形容词。第10呢，我们来看那个身材方面的形容词，哦，一个也是赞美词的一种啊，高卡卡，高卡卡。佢床嘅時間呢，床藍藍，床藍藍，有一個床藍藍。第13，愛嘟嘟，嘅嘟用一下呢，米字旁加上出來嘅出啦，出來嘅出，愛嘟嘟。第14呢，重點點，重點點，嗰皮呢，皮爹爹，皮爹爹。第6，切嗰超呢，講超夾。超高一壓夾，超夾夾。第5，講處響等類嘅事情嚇，講處很嘈，處批響嚟佢冇批，響響，但是佢度。好伊昂響嗰邊啊，響嗰邊啊嚟去嚇，啲特別有人講嘅句話講啊，香香涼涼，嘅句話有用嚟講咯，香嘅響啊，涼涼啊啦嚇，涼涼，香香涼涼啊。第壓米，這個米是壓的米啊。第2，出槍。出槍就是錯，那個出槍是指你講量多啊，壓米啊，冇到出槍，這個錯，那個有錯位嘅意思。出點，一講兩句話，出點啊哈。那個第4，碰觸就很錯的意思。第5呢，碰響很香啊，響嗰度人讀對。好意啊，我變成了 XI 啊，變成 CE 啊，變成響啊。這個第6，出火來，這東西接了太火啊。出泥來啊，就是一個番薯啦，本一頭細個嘅東西啦，就出泥來以上一個文章喺度裡，空38分空白。接下下來宣傳廣告宣傳哈，客家白話語文嘅練音師啊，就有呢樣。按英文呢，練音是連上嘅練，就 connect 啊，一個兩個冇相同啊哈，所以有人講啊，英文嘅練音師拿來當作是客家話嘅聯合嘅練音師也冇相同啊哈，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大家記得哈。那一個本文基本嘢所講嘅客家白話語文嘅部分呢，一共有16課，基本嘢就講到一個12課啊，希望各位鄉親一個非常嘅感謝，一個台南大學博士生啊，嘅去年可能得到博士嘅嚇，以3萬嘅研究，有第八歲嘅YouTube。還有提供名字啊，屏東時報、天子報、沙莊一個范家豪是一個沙莊啊，也跌落出嘅隻嚇，一個還有另外呢，有一個綜合，佢一個本好友一起社群，同時 email 啊有2萬個嚇，聯合工作一起完成一個我哋嘅工作。所以一個客家商業用語嘅繪畫呢，請大家有時間多轉來讀下來，因為客家鄉親對於一個商業方面嘅知識，一個語言啊，
佫无了解安尼吼。另外呢，一个文化象征啊，同样种客家白话语文嘅研究，亲像出版社也会去学等，共有100篇安尼吼，一个大家有限都回头多啲来研究一下白话语文，了白讲诶，本大家做个参考。另外一个连吟诗啊，连吟诗睇都讲过诶吼，一个声母呢，就A来讲 A 来讲啊，就是哇啦呀嘛那啊加单音诗嘅时节，就冇上就读半音 A 啊 A 就是为了也没能嘅嘅 B 单音诗嘅时节，就用 A 嘅音 O 嘅时节呢，我了有冇能我个波安啊，也以上呢一个像大家多多来研究。尤其学连吟诗嘅文字用法吧，同语言嘛，迄唔晓得啊，严重嘅影响到客家语同客家唱歌嘅音色影响生态，也有各位大下一个呢，像大家有时间来看看那是呢，这个 A 音 T 上 T 上 T 上上 T 之上，用诗嘅用法係在內這個安啊吼。同时，大家记得那个火落花，那个也有连音，但是以前嘅连音，嘅冇像客家嘅按有规则，吓。以前就讲，亲像讲啊，一个 A 来讲啊是呢，我哋就用 A 音，我哋为了也咩呢嘅被提起上，火落嘅呢就是哇啦呀嘛那雅加巴嘅提起上，安尼吓。所以希望各位乡亲多多来研究一个客家白话语文，共同来提倡一个我哋会讲就会写安尼哈。所以一下客家委员会也非常嘅热心在推广，但是我对于一个语文连吟诗白话文啊，我加强来做，实在做唔得。以上是望大家感谢你已经讲嘅42分24秒以上，谢谢，再见。神夢按知識要中意搶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